好，咁我哋今日咧就開呢個EVA 啦，新世紀福音戰士嘅餅貼第3彈。咁咧，今次我就買咗3盒嘅，咁我哋一齊開箱睇下呢3盒裏邊究竟可唔可以儲齊一到。好，咁我先抽晒啲餅出嚟先。咁咧，我會咧拎晒啲貼出嚟啦，跟住咧開完一箱咧，先一次過睇究竟抽中邊幾張嘅。我都要望翻究竟咧，今次係有幾多款先？今次咧係有31款嘅總共，係。因為我記得咧第一彈咧，我就係咧揾托人嘅咧成套入嘅，但係第2彈咧就真係抽啦。但係我第2彈買3盒嘅時候咧，係好似係都係齊唔到嘅，最後都係要同其他師兄交換咧先齊得晒。咁就睇下今次呢彈咧會唔會好彩你3盒就搞掂，唔使換嚟換去。到時多咗相同嗰啲貼咧，我都會喺IG 嗰度出 post 俾大家。咁如果有啲師兄有興趣咧，到時可以喺 IG 度 PM 大家交換。其實咧，今次咧都係咧小弟第一次真係 YouTube 去拍片去開箱。咁啊，希望嚟緊都會有啲其他陸陸續續唔同嘅貼啊，或者係玩具類別嘅嘢啊，去同大家分享一下嘅。好，咁咧第一箱咧就開晒喺度啦。咁我哋睇一睇先。咁啊，第一張23號啦，跟住 14，咁啊有張09定真字04嘅。21號，25號，143。咁頭先睇過咧，好似係31號嗰張，即係最尾嗰張咧係 secret 嚟嘅。咁唔知係咪應該最難抽嗰張啦？應該。咁啊17號 N， 咁啊2號都係 N 維多利。3號暫時都未有重複啊，好在 touch wood。跟住咧22號14，哎呀，第一張重複咗啦，咁就12啦。另外1號29呢張應該係都係特別嘅 EVA R 卡。7號31號啊，中咗一張31號啊 ，secret。
咁就24號。跟住另外9號，9號係重複咗嘅都係。咁就5號啦，5號。最後一張係20嘅10號。咁咧暫時咧第一盒咧都 OK 理想嘅，有2張重複咗，跟住開咗一張31號嘅 secret 係啦 SEC 卡。咁我哋跟住就轉頭就即刻開埋第2盒睇一睇啦，睇下有機會可以攞得到。好，咁我收起咗第1盒嗰啲先。咁呢度都可以趁呢個時候同咁多位師兄都分享下嘅，因為上一彈嘅時候咧係有啲師兄交換嘅，咁大家都有傾過就係其實第一彈咧係靚嘅，啲貼係靚嘅，咁但係咧好似上一彈咧就見到嗰個設計就好似比第一彈差啲，咁啊唔知今彈會係點樣啦？一陣間先再真係細心啲望一望先。跟住另外有啲都題外話啦，之前有時換貼嘅時候都同啲師兄有傾過，就咧有時咧抽盒嘅時候咧，如果喺個箱度咧都係即係同一個箱度抽幾盒嘅話，有時可能連續2盒咧有機會相同嘅機率會好大嘅，似乎就同佢哋好似擺箱咧係有關係嘅。即係有機會可能同一箱咧，佢都係嗰一堆餅貼。咁所以都想喺度問下如果啲師兄都有啲經驗咧，都可以咧留言分享。即係我都係買一箱原箱，跟住原來可能好多都係重複嘅喎咁樣。好，咁最後5包啦，第2盒。希望今次手氣好，2盒就完成咗啦。咁我要排翻之前啲卡咧，跟住咧就排翻之前啲貼咧，睇下會唔會有機會係易啲對翻。好，咁即刻睇一睇啦。咁第1張咧就係已經重複咗啦，係有嘅。跟住咧24都係重複咗嘅。跟住3號係開始多重複啦。2號咁樣有機會可能呢包係呢盒係同頭先嗰個係完全重複嘅，有機會。唔係，有一張18號。咁30號係啦，30號又係一張 EVAR 卡嚟嘅。EVR 卡應該爭1張啫，我而家8號都係全新嘅，都係冇嘅。7、8、9。6號都係冇嘅。咁頭10張我爭張10號嘅，而家暫時。16啦，16。15都係冇嘅，10號都係冇嘅，係啦。
23就重複咗嘅23。26號冇啦。13號都係冇嘅。好，7號就重複啦，呢張 N 卡。跟住28號 EVR 係啦，冇嘅。之前個28、29、30加埋31號張 Secret 咁就齊晒啦。好彩喎。咁啊，跟住17啦，17係重複嘅。21又係有嘅，頭先。咁啊，4號都係重複。跟住呢張SR11冇嘅，呢張 SR11。跟住就係27號啦，SSR 嘅27。好，咁我一望先。咁啊爭10號啦，19啦，爭10同19啫。其實我爭2張啫，而家10同19。咁啊預計應該咧開埋第3號咧就應該齊好啦，應該唔會咁不濟嘅。好，咁我哋又抽翻佢啲貼先，跟住就即刻開埋第3盒啦。好，搞掂咁啊，開埋第3盒先。咁樣因為爭2張魚股啦，咁所以我都可能呢度咧我就開一個快轉咗佢就算啦，到時出片嘅時候。好，咁咧就開晒，望一望，睇下有冇10同19先。好，係咁啊，5號唔係啊，13、20，跟住2號啦，7號。喂，掂啊！10啊，搞掂啊！原來凌波麗啊，10號係凌波麗，搞掂一張。6號，OK。19號 R， 係啊，都入埋啦，即係應該齊套啦。一陣間再數一次。咁啊，多咗張 SSR 啦，27、16啦，15。一張 SR 11嚟嘅。28號有多啦，有28、6號，跟住一張26號 SSR， 跟住14號，又係15號、18、30號。咁啊，30號好多張，即係其實28、29、30好多張。好，咁啊喺呢個時候咧，就俾大家順序睇一睇1至31啦。好，係啦，咁啊，而家俾大家睇一睇，咁啊1號啦，跟住2號、3號、4號、5號、6、7、8、9、
13嗱，去翻 N 卡啦。頭先嗰幾張係 SR 嚟嘅閃嗰啲。14、15、16、17、18咁啊 R 卡啦，18、19都係 R 卡，20都係 R 嘅，咁啊21 R 卡，22都係 R 卡，咁啊23號 R，咁啊應該係 SSR 跟住係啦，24係 SSR 啦，25係 SSR，咁啊26嘅 SSR 啦，27嘅 SSR， 跟住就係特別嘅 R 卡，就 UAR 28號、28、29、30都係嘅，28、29、30，咁啊另外張 Secret 就係13使徒，就係31號就完晒啦，成個 collection 成個系列第3集。咁小評一下啦，頭先就咁望落去咧，就似乎你人物卡就即係人物貼就多啲嘅。咁EV 或者使徒嘅貼咧，使徒嘅貼好似都唔見有添，係啦。咁我就覺得好似係真係第一代係即係第一彈係最精彩嘅。咁但係又始終 EV 我相信真係好多人嘅情意結啦，所以都會一路追落去嘅。希望咧佢可以好似咧佢另外一個係高達咁樣啦，咁啊出精彩翻少少啦啲餅貼，因為高達同龍珠就應該係佢哋 band 低最王牌嗰兩個系列嘅。咁我見佢哋咧喺貼嘅設計嘅變化就會多啲嘅，即係例如可能會雙金啊。間少會有啲雷射啊，咁啊龍珠出個暗閃貼都有啦，我記得係。咁就睇下佢 EV 嚟緊係啦，會唔會再有啲咩改善，或者有啲再改進啲啦？啲貼係可以多啲唔同嘅設計花款啦。因為金彈見到佢都係佢 N 貼、R 貼、SR 貼，佢即係佢幾個唔同 level 嘅貼咧，其實都唔係話相差好遠啊。嗰個貼嘅設計係啦，咁啊睇下如果啲師兄有啲咩意見都可以留言俾我哋嘅，咁啊希望大家可以繼續睇一睇我哋嚟緊會有啲咩開箱嘅餅貼啦，或者可能有其他嘢分享啦，咁啊記住 subscribe 我哋啦，咁啊 follow 我哋啦 comment 啦 share 啦，咁下一條片咧，如果餅貼開箱嘅話咧，有機會就係 SD 高達嗰套啦。係啦，因為咧其實咧小弟就訂咗嘅，預計好似係1月尾出貨嘅，咁啊一收到開箱就即刻分享俾大家。Thank you。